再来看今年在中温4月会伫台南举行，到时阵台南的高中职甲高中小会休困4天，所以学校即马是提前伫2月初5就开学。之前嘉义大埔地震损断了真严重的南西区学校，今仔嘛开学咯。南西高中因为校舍损害甲真厉害，中间就爱3天的时间，所以即马是先搬去南西国小上课。 5号的开学日，南西国校的校门口是出现2位校长，分别迎接学生到学校。南西国中因为受到0121的地震影响，校舍是毁损严重。为了保障学生的受教权益，师生拢爱到距离1公里外的南西国校来上课。那我们有105位学生安置在这边，然后22位老师教职员。还有学校那边，我们估计说大概多久会完成？大概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复原。 好在在南西国校的空间够够用，加上真侪南西国中的学生，嘛拢是国校的校友，距离上嘛袂远，家长接送的问题无大。其实还好。怎么说？就是感觉没什么差，只是换个地方而已。他们希望说国中那边赶快建好，可以回去自己的国中上课，还是怎么样？有啊，接受上还好，因为接受的话，我就是多跑一小段路而已。那个教室用的很那个熟悉。是不是希望一定？ 嘿啊，经济又好啊，把那个，因为小孩子长大有约嘿啊，有约学区，所以要把它分开啊。校舍中间有个需要3天的时间，这时间内是无法度回去学校上课。不过学校嘛是希望会等候国中、国校的学生有家己的校园来学习。我们南西国中的孩子也是我们国小毕业的学生，基于我们都是南西的一个教育单位。 然后于是我们就协助这样一个方式，让我们国中的孩子尽快投入学习的行列。在新学期的第1天，嘛因应地震了后的状况，先进行防灾演练的课程。加上辅助中心的专辅人员，甲学校辅导教师共同合作，启动心理辅导。台南市在地震了后，总共有181所的学校提报灾后复原的补助需求，总金额大约3亿外。市府是采取紧急的修缮，甲经费争取平衡，协助学校会当赶紧恢复校务的运作。公司新闻温正훈台南报道。